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由我们的儿童牧区要带来的表演。那我是儿童牧区的校长吴思慈。那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的儿童牧区呢，是专属0到12岁的孩子的天地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敬拜。我们呢，在潘牧师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有亲子礼拜，我们也有儿童小组的时间。那在这当中，我们常常呢，为了每一个家庭来一起祷告，他们呢的亲子关系，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都可以得着修复。然后在每一天，他们也透过家庭的祭坛、QT 的时间，彼此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的照顾喂养。那我们还有家长园地，让我们的家长们呢，在每一个礼拜工作疲累或者是教养孩子上有困难的时候，每一个礼拜天能够回来这个属灵的家来休息，能够一起来祷告，用神的话来托住我们的家庭。那我们希望能够呢，达到就是让孩童能够归向父母，父母归向孩子。那我们今天的演出也是亲子一起来演出的，我们的演出题目是天父的礼物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有一天，一群人去祷告。父亲带着孩子，母亲带着孩子上山去祷告。母亲带着孩子，阿嬷带着孙女，父亲背着孩子，父亲带着儿子，一群人上山去祷告。他们有苦难，有困境，有难以言喻的过错。他们希望生活有盼望。他们跪下祷告。他们仰望天父，寻求一个真正安稳的生活。他们大声地呼求：阿爸父。父神看见他创造的子民，父神带下怜悯，父神要降下大能。孩子，你们全是我所造的，我岂不把最好的给你们吗？放心吧，交托给我，我必保守你们。回到我这里来，回家去吧。父亲带着孩子，母亲带着孩子，平平安安，有所交托的回家去了。神要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派下天使来传颂他的大能。
上帝品性良好的女子，名叫玛利亚，她来了。玛利亚，我问候你，主与你同在。你是谁？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典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。可是我还没有结婚。圣灵要临到你，神的能力会保护你，什么都不必害怕。是的，我是主的使女，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们走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来了。我是约瑟，大家好。好困啊，我先来睡个觉好了。约瑟，约瑟，玛利亚是你的未婚妻，神有一个使命要给玛利亚，她将要怀孕生子，给她取名叫做耶稣。你当耶稣地上的父亲，你就放心的娶玛利亚吧。是的，神，我愿意照你的旨意成就。约瑟，玛利亚，约瑟，玛利亚。玛利亚，我会当一个好父亲的，放心吧，依靠我吧，玛利亚。来，我们走吧。我扶着你慢慢的走，我扶着你慢慢的走。于是，他们前往伯利恒，走了许许多多的路。啊，约瑟，我快要生了，得赶快找到住的地方才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时候来了一位旅馆老板。大家好，我是旅馆老板，我叫做洪大福。老板，拜托，请问还有没有房间呢？没了，都已经客满了，你们走吧。啊，约瑟，拜托，老板，求求你给我们一个地方吧。我的太太，你看她肚子那么大，已经快要生了，求求你给我们一个地方吧，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可以，拜托。这个嘛，只要你们不在意，倒是有个地方。小景景，是老板。有个马槽，你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啊，约瑟，玛利亚别怕，我保护你。约瑟，上帝，求求你保守玛利亚。怎么办呢？啊，约瑟，快点，我是上帝。哇，我的宝宝约瑟，我们给他取名就叫做耶稣。太好了，玛利亚，太好了，我的宝宝。这时候，东方博士也送来祝福。
天使也来了，旅店的人员也来送祝福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所有儿童牧区的小朋友也要来欢庆主耶稣的降生，欢迎我们天使狮子王班，欢迎我们的小羊羊妹妹班，欢迎我们小小村民们小鱼儿班。他们将带来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让我们热情的掌声。好，我们再给小朋友热情的掌声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心的来唱歌，大声的唱哦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，小小马槽里。耶稣他爱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，献上他自己。耶稣他爱你，所以有圣诞节，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，所以唱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你看他呀，不必风霜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。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他给我们带来幸福，大家喜